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较早知影一句俗语话，讲叫做3年关2年满。这句话就是对清朝流传到今，因为当时调来台湾做官，无法度踮遮徛起，拢是时间到就要调走。造成讲下骹手人伸骹出手去甲百姓揩油的真济，毋则讲平湖的通判吴姓成，伊去到位尔，即个读册人，即个做官的文人，伊就写一首诗，要来提醒下骹手才会艺，毋通做迄个收人乌西钱的工课。7言的律师安怎讲？你听看嘛。头一句讲：修行端地属公文，阴德私流道子孙，头上青天后变文。眼前黑暗不堪言，道明风暴在当道。可敬人敬好立春，好语历史君记处。顶寒莫结再成怨。见面诗句头一句就讲修行啦，要紧嘛是公文内底咧做的工课。对啊，人讲人在公文好修行啊，尤其第二句佫提醒讲，你要积一寡德行互子孙，毋则讲。过去民间嘛流传一句话讲：野头三笑，国种我知有神明。所以吴姓成的诗句，第3句甲第4句对比，伊只会写讲：头上青天后变文。你毋免野头去看天，毋免去问神明呢，干那看到眼前有偌济黑暗。简单讲啦，冤枉，互恁安尼害甲济家的啦。有钱判死，无钱判死，衙门八里开。有你无钱，毋免来。清朝时代，即个情形满是，所以造成讲百姓对做官批评批烂，风声外歹，道明风暴。咱做官做甲红讲卡层下话，真闹气，面要举去倒位？苛政人敬，即个政治吼，百姓人人都会惊，袂说敢若好霸栽龙入去到因的庄头。所以吴姓成写诗句来提醒这基层的艺业、基层的捕快。才会公布人员，讲我好言好语，甲你讲，你就要会记的。顶寒莫结再成冤，因为流传民间一句话讲：做官不正千人怨，半世功名万世冤。你做官，你有机会谈官府办公室，就要照起工，毋通讲收迄个乌西钱，才袂甲人结下世人的冤仇。